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是周怡群阿群妹。冇错，看到阿群妹就第一有东西好食咧。冇啦，先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啦。其实阿群妹除了安利台湾农民嘅农业技术真正係當好當強。其實像我亞一部嘅這樣查到嘅資料哦，就係安利台灣第20年前就受到當到國外嘅國家，比如講我們的可能友邦國啊，去同佢哋分享安利台灣嘅農業技術。故實就做在啲，其實安利台灣天天時代已經進步，安利嘅可能我們的科技也當進步，不過安利嘅農業每一切都當優秀。故實啊，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紹介一隻對新竹新豐來嘅當後生嘅農民，佢種嘅米啊，做得同日本嘅月光米媲美哦。今日來分享佢，歡迎振宇，歡迎你。大家好，我是振宇，我今天要介紹我種的農產品。對，沒錯，像外面的天涯6萬番，就是振宇今天就要帶給我，就是董豬頭吃飽以後，殺好了就又要來吃飯。其實這2碗米今天都是要給我吃的，但是它有一點點冇空用，對不對？要2碗米黑馬改米，一個是我們種的頂級香米，對，另外一個是桃園3號玉香白米。桃園3號玉香白米，玉香是那個芋頭的那個玉香嗎？那玉香為什麼它叫玉香米啊？有一個芋頭。玉香米是我們在煮的時候有玉香味，所以大家就覺得這一支比較特別，因為它有香味，煮的時候。對，我們東號要種芋頭的香味。這類時節對有烏的香的米，所以玉香米在是煮的時候裝有烏的米是。那現在呢？現在的話，它比較不會有。煮的時候是可以整間房間都是芋頭香味。哇，真勁哦！姑嫂，所以現在就是要給我猜猜看哪一個是哪一個是玉香米，是不是？應該先來說看然後這個這個是有糙米的，對不對？這裡面的米是有糙米。你可以先試吃看看。我知道安利台灣的米啊，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很有粘性，是有粘性、有 Q 度、有彈性的。像前一波應該去泰國離航，我去泰國，我去吃了泰國的米，我發現他們的米沒有粘性，對，對不對？所以這是我們台灣米比較主要的特性嘛。對，我們比較偏於日本。日本。好，換另外一種哦。這2種都好好吃哦。你說一個是玉香米，一個是頂級香米。頂級香米是比較好的，對，它的產量是比較少嗎？還是說比我們玉香米還要低？第一個大概3成至4成，產量更低。對，這麼少。所以它是2種不一樣的品種嗎？不一樣，不一樣的品種。所以現在就是要給我猜猜看就是了。從外表來看呢，我覺得這2種米都非常的完整，因為我之前呢曾經聽人家說，你要看你的米的品質厚呀唔厚，就是你的米粒要非常完整，不可以大小不一，對不對？這應該是最基本的。對，那就是沒有混米啦，沒有混米，你可以看到大小粒。對，都一致的話，是代表就是沒有混米。然後我覺得這2種米啊，油數偏少油偏少我覺得它的形狀比較瘦比較長，這個比較瘦比較長，然後這個是比較飽滿一點的，對不對？對。然後既然說，有人講那個頂級香米可以媲美日本新鮮的月光米，對，那月光米它就是一樣，就是也是比較 Q 比較黏的口感，對，所以我覺得我愛吞啊油數偏少，這個是頂級香米，答對。耶！姑嫂，右片上来这是頂級香米，然後左邊這個是玉香米，而且玉香米裡面你還有混糙米，對，玉香糙米，玉香糙米，姑嫂，不管是糙米呀，還是一般的米，它其實都是玉香米的品種。
其实啊，泰雅都讲爱生日本的那个月光米，新泻的月光米。那为什么新泻？为什么月光米叫月光米？台白啊，日本新泻亚洲手材，台白就有很多月洲。那它叫月洲之光，因为新泻的米产得很好吃，所以它叫做月洲之光，所以它叫月光米。你看台白是唐沟一个艺人，一个姐姐，是我们的泡泡姐，她跟我说过，她给阿美黑日本人，然后她就是很喜欢吃新泻的米。那其实我觉得天天石头进金铺，俺们是讲日本的米，但是我觉得台湾的米其实不会输日本的，对不对？对，我们台湾的技术，所以其实你中间要用这种米啊，中间黄色当梯片，鼓手上有品质暗厚的米，但是我觉得米除了种植很重要，你从100年米埋种了不可以后，我们要洗要煮，其实都是技巧，同吗？对，跟你讲，米要用的来洗，要用的来煎。对，那你觉得洗米的话，你通常洗米都是洗几次？我通常洗米的话会洗冲水4次。我们米量好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冲水。冲水的时候要快速去跟它搓，没有关系，搓揉。可是那样一直搓，不是很容易把它的那个营养搓掉吗？因为我们米的表面在碾米的时候，它有一些粉尘会在米的上面。我们米现在是硬的，还没有，它刚碰到水的时候还没有吸到水。变成说我们快速去搓它，它不会有营养流失，它会把表面的有铁质，因为我们糙米的表面有铁质嘛，它会附着在白米的上面。那我们洗干净一点。后冲2道水、3道水，洗干净的话，煮起来，冷饭的时候，夏天比较不会臭酸。对。故说米会出手会酸退，是因为米没有洗干净吗？对。是哦，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我哪个米某水枪给蛋狗会有很多的铁质，对，所以铁质会导致米放凉之后容易有腐败的味道。对，发酵就会容易发酵。我们洗干净一点，它就比较不会。哇，所以要洗到4次哦。就冲4次水，我们前面就是把那个它的表面的那个粉尘，对，粉尘冲掉嘛。对，然后冲的时候我们就弄水去把它冲干净一点。对，就这样。就第2道、第3道就不要再搓揉它了，就第1道搓揉。对，第1道就是快速的搓它没有关系。所以后面的几道就是可能把那个米的那个白白的粉末把它掏掉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应该周代工就是洗到上面没有白白的粉尘，对，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干净的程度，对不对？对。那洗米要大概洗4次。那我之前是糖糕啊，有人讲米啊，埋进了以后洗好，要本去蒸。蒸蛋可能蒸半点钟啊，要20分钟，这样拿去洗。对，这样子是为什么要浸泡？浸泡的话，你要去洗它的话，比较容易营养成分就会流失。对，我们在前面，因为米是硬的，还没遇到水的时候，我们快速去搓它，它不会。所以其实应该不要泡喽。就不要泡，直接就洗了。对，洗好再泡。后这样会比较好。洗后再给我拿去蒸。那这样泡要泡多久？这样泡的话，看个人的煮饭的时间。是没有时间的话，是直接煮，因为我们是香米，我们这都是新米。然后我们是自己在种，是有冰箱在控管，所以我们是我们的白米跟糙米都是在冰箱里面，都是有在休眠。所以你在煮的时候很好煮。原来是安呢，韩国我有一张问题前一波的第一台东关山，我刚带回了一批，就是自己可以去把那个壳碾掉的关山米回来。不过呀哈，应该差不多2到礼拜过后，我发现我的米桶里面多了很多黑黑的小芝麻，会动的小芝麻，这是米虫。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米虫？米虫是正常的，温度高的话，我们的米跟糙米上面有附着一些虫卵，是一定会有，所有的米都会有。所以，古时候有米虫的米，还真sống的米，并不是因为它品质不好，不是，是因为它安全用药吗？对。所以有米虫的米才是健康的米。可是俺埋这了2到礼拜，就鬼桶了，全部就会虫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们带回去的话，就是建议要买米的朋友，就是一次不要买太多，除非你家的冰箱很大，对啊，然后就是你可能2个礼拜内、半个月可以吃掉的量，我们把它尽量冰箱。哦，在5到8月，那时候是很容易生虫，也甜的时间。对，那时候很热，闷热，在季节交换的时候，那时候温度比较一下高一下热，对，就很热的天气，所以就很容易生虫。按捏的甜食啊，可能虫的就懂不？可能就知道很适合虫子生长。故说米买转来不卡，齐的米买转来不卡，安全的米买转来不卡，而不用变凶，某就2个礼拜，对不对？2个礼拜以内，而加加落去身体，还有含卡头同米相关的资讯，先休息一下，等下就要同大家来分享哦。好，欢迎回到福喜来嘅节目，我係综艺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底度有請到嘅來自新竹新豐嘅當後生嘅農民，佢係鄭宇同大家來講亞布卡嘅農作物咯。剛剛阿群妹說嚟，這個亞布卡嘅玉香米，還有頂級香米，做得同日本嘅月光米一起比較的，可以媲美新泻月光米的這個頂級香米，對不對？那其實剛剛有講到，很多洗米的小技巧。那其實米的保存也很重要，不單只是消費者自己買一種皮膚卡時節應用嘅保存，其實在你們這邊在出產的時候就有非常多的步驟要注意，讓消費者可以把最新鮮的米帶回家，對不對？對。亞布卡係用嘅來處理一條米嘅。我們是從育種，到做秧苗。因為很多可能大部分的農民家都是去農改場去買一整批的秧苗回來，比較少自己育種的，對不對？自己一般要在種的時候，一定要跟育苗廠買秧苗，因為我們本身我們自己就是育苗廠。哦，故說你去給它來，從種子發成苗，對不對？我們都自己做。哇！從選種也是我們自己選，然後到育苗，育苗整地，整地完就插秧，插秧完後管理，管理就是比較重要這一段，然後管理也是自己管理，然後到收割，收割完烘乾，烘乾也是我們自己做。哇！對，然後這樣子會品質會比較好。然後我們再做碾米，碾米最後才包裝。還沒碾米的前，我們因為沒有要碾這麼多，我們是把我們的穀子一樣，就是進到我們的30坪的大冰箱。哦，大冰箱，所以它也是都保持在低溫的狀態，都在11度。好，我們的米碾製好，我們也是馬上真空包裝，也是一樣進回去冰箱。哇，姑嫂他可以說從頭到尾，你們的過程都是自己把關。對。但是採收下來之後，你們也是有非常嚴格的品質的管理，就是在冰箱裡面。對。那剛剛你說，其實米在低溫，它是不是會進入一種休眠的狀態？對。它會休眠，變成說它老化的時間不會這麼快，就會變成說我們的碾好的米，它已經不會呼吸了，然後我們進到冰箱裡面，對，然後它不會這麼快就變質。所以穀給採收下來之後，它還會隨着時間會繼續的老化嗎？會，一定會老化，只是它時間性，所以我們一直給它冬眠的話，它就會我們吃到1年後吃到這個米，還是覺得還是新鮮的。老化的穀子會有什麼樣的口感？老化的會變成就是你吃到泰國米。我們現在吃有粘性，對。後你把它放了1年，你都沒有放冰箱穀子然後再去碾米，那個穀就會變沒有粘性，會覺得在吃再來米。對，我們盡量要保存它新鮮，所以我們就是我們的米一定都是把它進冰箱裡面，這樣子會它不會這麼快老化。它外面的天氣的氣溫會一直變嘛。對啊，它不會跟外面接觸到，在冰箱裡就不會影響。蟲的話也不會進去，至少有蟲卵，它也不會在裡面，就是孵出來，對，不會孵出來，因為它冰箱它11度到10度，它蟲也在休眠。對，蟲也是在裡面休眠。原來係咁呢吼。我們
就不用再去用其他的头药啊，去对杀那些虫。对，对，哇，没想到要米的工厂按这么繁复，这么困难。那其实你们家种米种这么多，种这么大，自己有育苗场，自己有碾米场，这么多的设备，除了米之外，其实你们还有懂得其他的农作物，对不对？对，我还有试做红豆、黄豆。红豆、黄豆，古手就像芽树红的亚比。对，这是你们家的豆子打的豆浆，黄豆打的豆浆。那个色看呐，它的豆味好浓哦。对啊，它是高雄选石。高雄选石的品种，对。跟亚东有没有想到讲要种黄豆？因为你知道种米已经事业做很大了，为什么还要在你知道嘎美嘞，还会种蒙特味？因为在大前年的时候，我们遇到旱灾。我们缺水，我们将近2000多公顷在我们新丰乡，或是不能种水稻，因为台北这一带的水都不够嘛，石门水库不够水。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那全部都是休耕，我们也不能种东西。那政府在推杂粮，刚好我就有在想要种黄豆，还是要红豆，还是要高粱？我在想高粱，对高粱后。我父亲有在想，我老婆就说因为她很喜欢吃黄豆、豆浆，还有豆制品，很喜欢吃，对啊，她就说那可以来种黄豆看看。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后去找了南部的朋友。哦，南部的朋友。对，南部朋友他们有在种黄豆。然后我们就去请教他，因为我们种子我们买不到，因为我们北部没有人种啊，你要买它的种子买不到。然后我就请了朋友说，拜托帮我找这些种子。我就一次就是回去的时候就跟父亲讲，说要种多少，父亲就是说那就种个10甲看看，还没有种过我们就试种就10甲，第一次就种10甲，结果种下去的时候没有想说是杂粮，应该也不用去管它，种下去就好，所以那一期种下去都亏钱。天啊，10甲地耶！对，然后1个半月，至少1个半月没有下雨。种下去的黄豆在里面也是死掉，因为太干了。那时候旱灾，大前年旱灾，所以第1年水稻跟黄豆全部就没收成。对，没有。后光黄豆就亏了40-50万。啊，好多哦！对啊，要黄豆种子很贵。对，那也是种源比较贵。后来父亲就第2年我要种的时候，父亲就说。种这个黄豆没有用，你种这个黄豆没用，根本不会赚钱，是亏钱。因为我们还要翻土嘛，对，还要请工人去拔草，然后还有其他的管理，这样根本不符合成本，最后没办法收成了，都长草。结果呢，你的第2年我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想说那我就试试看，我再试一下，4个1甲半，试试看它长得会真的这么不好吗？结果第2年我就用撒播的，我用撒播的方式，就是随便啪出去，撒出去，撒出去后就用翻土机后一引机把它翻过，然后就刚好种下去不到10天，也是台风有下雨，土质刚好又松软，它就长了起来。可是长了起来又遇到了一个问题，什么？因为我们用撒播的它都是这样随便长嘛，对。那我们要进去要拔草，要进去要除草，那是没办法，因为你都会踩到黄豆。因为没有规则，你不知道往太会低那一片，对，你可能会去绑草但是你可能右脚踩到了一颗黄豆。对，我们又要灌水，因为一定会干啊。对，太干的时候，我们它跟水稻一样，其实它要喝水。我们时间一到的时候，它在15天左右，它一定要灌水，因为它长高。黄豆只要它长高到10公分、10几公分的时候，它就开始要喝水，它比较不怕水。可是我们用撒播的是没有开很多沟、很多溪让它排水嘛。对。你又不能放水进去。对。就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黄豆整个矮化，因为它没有喝水，又很干。因为那时候是10月底的时候，那时候是空气比较干燥，对吧？是不会下雨。然后又变得很矮。后我老婆就想说，那怎么办？又不能收割，这一次又一定亏钱，对，1甲半一定亏钱，也是亏钱，就想办法。我说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只好做肥料，当做水稻的肥料。
好，我老婆就觉得这样太浪费了，她就找了一些朋友，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办采黄豆的活动。好聪明哦！因为我们机器没办法采收嘛，机器没办法采收，因为过低啊，没办法采收。太矮耶。对，太矮。所以如果它其实长高一点，机器是可以采收的。对，可以采收。可是太矮了，那我们就找一些像共学团啊，还有一些小朋友的那种亲子，比较会去做亲子，田间体验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就像人家拔草莓这样啊，草莓也是大家这样子拔，黄豆还没有人办过。尤其就像你一开始讲的，其实北部很少人在种黄豆，对，这也是我觉得你们很勇敢的地方。就是北部竟然这么少在种，就表示黄豆的它的生长环境可能会较适合南部哎。对，那在北部是有一点不适合，你可以跟大家稍微解说一下，就是黄豆它大概是需要怎么样的生长环境吗？黄豆它要日夜温差要比较大的，就像南部、台南以南他们的天气，他们是晚上可以冷，白天热它就会有露水，对，露水它就不用灌溉。它露水直接在它叶面上面，它就根部它就可以吸收。还有它的地底下，它是沙地，它们是比较沙质的。对，所以它排水比较好。排水好，还有它们的水分会在沙里面，比较容易储存起来。因为会有地热的热气会把水蒸上来。对，后就不太要灌水。我们北部是黏土，对，黏土是不一样。你只要上面表面已经干了，都没有下雨，其实我们里面你挖出来都是干的。对啊，黄豆不太适合北部是这样子。对啊。不过亚德还是用亚德红色，用这个田间体验的方式，让黄豆有到它人生的另外一个出口。好，除了黄豆的那个田间体验啊，其实亚德还有其他的发通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要同大家来讲。一滴滴的種啊種轉來，一滴滴的種本記轉來，一滴滴的種啊種轉來，一滴滴的種本記轉來。總以淚長長嘅花。地都向落金冰啊，南風吹來心鬆鬆啊，吊起馬嘅爛爛一條長，總一條匆匆嘅歌，心肝地都山歌金冰啊，山歌那唔從啊山。可以拿一条一条十分米来糖。哇，有看到吗？懂等一下，所以你们其实也开放让很多小朋友去做亚德插用的体验，对不对？对。那大概你们开放的对象是谁？为什么他们可以去？可以跟你们报名吗？这个活动？我们开放的对象其实没有说一定。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来，主要是为了开给小朋友啊。好可爱哦！还有看到那个包尿布的那个尿布都被沾到泥土，然后在那边插秧。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的整个农场，他可以看到就是怎么样种出来的稻米，对，还有黄豆，它是怎么样种，他们比较不会浪费食物，就是一定就是要把它吃完。对对。刚才看到给有生意的人，看就是大草狗，全部都是赤脚下去田里的。那其实表示你们的田里面一定要很干净。我们田很干净。对，就是不能有什么小石头啊，甚至碎玻璃呀，不能有什么。其实塑胶片也可能会割伤人。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大马路旁边因为我们乡下的小路是不太会有玻璃瓶。对，因为有些人会比较乱丢垃圾。对，所以我们那边是很干净的。很干净，所以才做的去按嘞这么原始的体验，这么单纯的体验，就去看米黑堆那一片了耶。我们吃的米饭是从哪里来？而且除了有那些活动体验，就我们刚刚听到的有那个采黄豆，
对不对？采黄豆，然后还有插秧体验，韩公奶走红 A 呀，很可爱的御饭团，还有这个看起来像盆栽，但它不是，它其实是什么？这是什么？米奶酪。米奶酪。对，这是用米做的。用米做的，还有糖，还有鲜奶，什么还有吉利丁。用米可以做奶酪？这我老婆自己创的，自哎己做的。不用的后素米哦，不得了了。我们是做办活动的时候才吃得到，好绵密哦，它这个孔隙超绵密的耶。会比较有 QQ 的那种感觉，因为有加香米进去。香米，所以香米是可能有点像周碎拌的那样子，给它增加它的 Q 度。那是顶级香米，我们是用我们的顶级香米去做，好好吃口感会哦！比较好。要蛋糕一料料的黑毛干啊，一口一口的。那香草夹，哦，香草夹冻龟呢。对啊，所以你们是完全就是没有在那个节省成本的，就是了。就是很大方的让客人去吃。我们的客人，我们进来到我们的农场，好好吃哦。这都是要预定。哦，像御饭团啊，还有这个像豆浆都是预定的，给客人。还有这个可爱的御饭团，你们是有这样做好像那个便利商店的包装，对让它还是可以保持脆脆的。对，那里面的米也是你们自己的米就是了。米的话是我们的顶级香米，冷饭的时候是会很 Q， 它不会像其他的米会硬掉。嗯，对，它会有真的，它会很 QQ 的那种口感，冷饭。因为翻凉菜就是会少掉那个，很容易就是会硬硬的不好吃对。，就像你进到冰箱的米饭，天气冷了，拿出来都很不好吃。可是这一支米不会，它是冷饭很 Q， 这是我们顶级香米，哦。嗯，适合来做这种寿司饭。对，没错，好好吃。所以顾寿，像黑妮你要得弄葱，就可以体验这么多的活动，还可以吃到好吃的米奶酪，对，还有好吃的御饭团。那这些都是要提前预定。对，就是我们活动的时候要先预定，我们就是看有预定的我们才会做。韩国顾寿你要得做在本身你的一体年，就表示你们的。刚刚讲到田地的环境非常的干净，其实你们种植的方式也是很干净、很友善的方式。我们像我们的水沟啊，现在都还有旱啊，旱呢，还有那个河蚌啊，就我们讲的控烤。哦，我都已经没有看过了，河蚌是什么东西啊？对，河蚌它可以长到这么大个，就我们小时候看到那种河蚌黑色的。你看这些也都没有看过哎！我小时候虽然说我们家附近也有就是田间的那个小水圳，哇，还有鳖，有，我们那边鳖非常的多。天哪！还有毛蟹，这时候是毛蟹最多的时候。哈，古说生意呢，迄都隔壁汉做的迄蒙米汉的咸色夫，对不对？迄米汉的，然后裤子都被洗得湿湿的，对不对？我们那边水还很干净。对，然后我刚刚看到那个小朋友去插秧体验的画面，那个田里面是有泥鳅的。泥鳅的话，不是那个是我们说的总统鱼，就是翘嘴鱼啊。啊，那是什么？那个我们那边还很多。那是天然的吗？对，那天然的。不是你们放进去养的？不是，那个是刚好就是池塘它在放水，它也会下来，对吧？还有鳖啊、毛蟹啊，对啊，都会从水沟里面都会。哇，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工业的污染啊。对，除了工业的污染，农药的污染也是，因为你们没有农药，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小小的生物可以在那边。那有最底层的生物，就会有慢慢的有越来越多像鳖这种比较高层级的生物了，对不对？我们是因为我们从8年前我们就开始种植的时候，水稻，我们以前的时候用药是杀那个福寿螺，是用很毒的农药去杀，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大家都已经，现在网络也这么发达，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要用那种药？对，你有其他的成本，像苦茶柏，它成本比较高，有些农民他不肯用，因为我们是大面积，我们是这整片都是我们做的。嘿呀。我们用苦茶柏的话，我们就是把水关住，我们不要把它弄出来，所以它不会伤到其他的作物，其他的像小的生物啊，那些它都不会用到。所以在8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旱啊。还有毛蟹那些都比较少，因为真的是被那些农药污染了。对，污染，所以他们没有，就是很多都可能就是因为农药，所以都死掉了。对，我们因为也对我们自己种植的人比较健康，
因为我们就不用去背那个农药，对身体不好。对，去喷跟农药啊，其实对喷的人身体也有很大的伤害。对，好，我们就选择了用苦茶补，就是我们每次吃的那个苦茶，对，客家人就喜欢吃那苦茶，它炼出来，它那个泡苦茶泡可以用来洗手、洗碗，对。好，我们就用那个后来那个沙福寿螺，对，沙福寿螺，对，所以在8年前我们就已经用了，变成说我们就带动了整个我们那个村庄几乎都是用苦茶补。因为你们的田区其实已经很大了，对，你们的田区大概有多大？总共？我们的田区在一起耕作可以将近100公顷。哇塞！然后附近的农民也跟你们一起。对，附近因为他会看到我们可以种植这么宽，还可以做到可以苦茶粕，对，可以这样子管理，然后就会农民其他的老农他会跟着我们做，对啊，然后就会觉得有效果。因为以前的农民他都依赖农会卖的药啊，你农会推什么药我就用什么药，对啊。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还有下一代的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只要万一拿到那些药，很危险，对，会非常危险。那我们就慢慢改成，就不要用到那种剧毒的药，对啊。所以你们第一个完全没有用这个农药的部分，那其实肥料你们也是减半的，对不对？肥料部分，现在的肥料跟以前的也都不一样了，以前的全部都是化学肥料，对。我们的肥料现在部分我们都是用各半，一半有机，一半就是用化肥，因为主要的元素还是，我们全部用有机的话，它有一些微量元素会不够，对我们的水稻其实也会不好，所以你吃起来口感会不好，还有没有甜分，因为它的微量元素比较不够，我们就是把它各半，就没有像以前传统这样做，全部用化肥，一定要用多少肥料去控制它生长，因为肥料越多的话，我们的水稻容易生病。作物它最怕重肥，土质有可能会被化肥改善，也会改变，就会变酸了。会变酸。下一次要种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种。那我们就是慢慢把老一辈的做法然后调整过来啊，我们就开始做，就慢慢调整。以前的人他下肥料他可以下得很重，他重肥，我们现在不要这样做，因为为了省成本。刚刚看到的插秧机也是我们现在用日本算最新的，我们在边插秧的时候我们就边放肥料。哇，这么厉害！对啊，以前的时候在放肥料的时候是直接撒地肥，现在中南部也都一样，是可能基肥可能要2包或是几包这样肥料，我们现在不要这样浪费肥料，尽量，我们就用精简，边插秧后边放肥料，放在它旁边的时候，它根部已经长的时候，它就可以马上吃到肥料，我们就不用浪费其他的肥料。它还有下雨，因为有遇到雨季，你下雨的话，你的肥一定会跑走嘛。我们就用插秧机，它就是放下去的时候，它就直接就覆盖。对，我们投入的肥料后跟种植的时间会很准，它可以成长的速度会比其他农民种植的速度还快。哇！又少肥料。它的成长速度又好，又比较不容易生病。所以啊，其实爱吃豆啊，像郑玉这样子，懂很上的农民，你们是用头脑在经营农业的，不单只是老一辈带来的农业技术，其实你们自己也有一直在精进，对不对？然后还有可能，甚至你看国外的技术没老给带转来，再加上我们台湾自己就很优秀的农业技术，张如亚哈案呢，凭着案后的玉香米，还有这么好的顶级香米，对不对？姑嫂，今天很谢谢郑玉来到节目当中同 M 福用案斗后生的米哦，谢谢你，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时间休息一下，等下甜甜运通欣赏来做运通了。